耶和华，求你侧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会众一同齐聚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可使用的器皿，在各样的服事上。圣灵引领我们明白真理，看顾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赞美耶稣，在心灵良师选136首。全地歌唱，将神话传明，天地群众，救主尊贵荣耀都归主身上名，如同牧人，耶稣保护他小羊，主的膀臂终日怀抱牧羊，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赞美耶稣我慈悲的救主，为我重罪受苦流血死亡，主是磐石，仰望，赞美赞美，高声歌唱，因主担当我作门，献慈悲和轻柔和高声，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诗。第3节，赞美赞美，耶稣我永远的羔羊，天上群众和赞那高声唱，耶稣救主，做我们和平的君王。基督的神，一日他还要再来，荣耀全能都归耶稣我王，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
经文在诗篇107篇1到7节，33到37节，在旧约的636页。由我来起，会众来应。第1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从各地，从东从西，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又饥又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他使江河变为旷野，使肥地变为碱地。他使旷野变为水潭，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我们一起来，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我们一同来祷告，为非洲国家卢安达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祷告，小港卫理堂林大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求上帝帮助政府相关部会在产业对于能源环保及公共安全做出合适的规划、监督与落实。为世界时局动乱、战争的国家求主怜悯，特别保护其无辜的百姓，将和平持续领到这些地域，止息一切战乱，让影响降到最低。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高嘉锦姐妹。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第一处经课在旧约约书亚记3章7到17节，教会圣经213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第二处经课在新约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教会圣经28页。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以上是上帝的话。读经由我来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9到13节，在新约的224页。第9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实在是上帝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我们有伟大奇妙真神。
正道，我们请蔡文牧师，题目是怎么信就怎么活。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做礼拜。其实刚刚如果可以拍手的话，这首歌会更好听啊。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大概常常被制约好了，说啊，像做礼拜的时候不可以随便的。所以包括连有时候我们欢庆的时候，也没有去跟着一起欢庆，这是很可惜的。如果下次我们有听到这样节拍的歌曲，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拍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曾经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不拍手的话，连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在圣殿里面，像这些的单纯的孩子一样，或者是像这些敬拜上帝的人一样，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感谢上帝。不是只有诗班感谢，是我们是一起的献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刚刚我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哈，各位知道我们今天有几位同工，他们是新手，第一次的新手，但是呢，他们都很勇敢的上台，包括我们刚刚读经的嘉锦，他也是第一次上台这个读经，然后我们的思琴今天也是第一次，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我们的指挥站在他的旁边，为什么？因为给他壮胆啊，鼓励他一下，让他可以觉得，不是我一个人，是还有人在我身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帮助人不一定要高言大志，有时候帮助人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金钱的资源，有时候陪伴就是一个最好的鼓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只有在言语上、舌头上，而是我们能够在行动上。也许你说我不见得我会司琴，我不见得我会做这个服事，但是能够陪伴在身边，都是一个很美的服事。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陪伴别人的人，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爱心，我们能够转化为实际上的行动，可以对别人有帮助。愿上帝祝福。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哈。那如果那个要结婚的，或者是还没结婚的，或是已经在婚姻里面的，这个不要介意啊。好，这个各位知道这个结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两个人住在一起，相当的好，彼此的扶持跟快乐。好，有一个弟兄呢，他很高兴结婚了，然后呢，他的太太很贴心，每天早上都会递给他，不是每天，是偶尔，有时候经常的，常常会递给他这个早上刷牙的时候，这个牙膏已经粘好在这个牙刷上面，然后就递给他刷牙。他说：“哇，真的是太贴心了！我的太太对我这么好，每天早上都给我这个牙膏可以牙膏牙刷可以刷牙，但是不是每天呢？好像偶尔有时候，但是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没有。所以他就问他太太说：‘这个谢谢你帮我挤这个牙膏啊，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早上有，有时候早上没有呢？’结果这个太太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挤牙膏的时候，有时候挤太多了，所以滴在那个洗脸盆上。’因为浪费，所以我就把你的牙刷拿起来。他不浪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当然这个是生活上的乐趣，但是千万不要常常这样啊，因为不晓得那个洗手台的地方干不干净。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爱人是要这个好的动机了哈。当然我们为别人服务这是好的，但是不是那个就是随便的，或者是让人感受不舒服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用这个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个工商服务哈。等一下我们做完礼拜的时候，马上要进行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消防演习。那消防演习的时候，
请记得，我们如果男生有当过兵的，应该知道演习叫什么？演习视同作战，对不对？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是玩真的哦，那等一下要怎么分呢？我们这个在礼拜堂这个4楼跟3楼的这个中间有一条柱子，对不对？这个前半部，这个叫前半部啊，这个柱子后面这个叫后半部。好，那逃生的时候，等一下我们的俊奎执事会带领大家。前半部的时候由我会来带领，我们要从 BT 就是我左边这边有一个门。从这边逃生出去，那后半部就是由 AT 这边出去就是从你后面后门的这个地方来出去。俊奎兄没有错了啊。OK 好，等一下我们的俊奎弟兄，我们的俊奎执事会跟大家再做一下就是明确的说明。那我们这个虽然是演习，但是我们要玩真的哦因为现在的这个灾害很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明天跟灾害什么时候比较早来到？但是我们要有一些的预防的措施，所以这些的活动是要帮助大家，万一真的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在逃生的时候，虽然是真的，演真的，但是千万不要去踩踏人家，好吗？好，要记得这个，如果有人跌倒，要把他扶起来不要踩过去，因为这个免得本来没有事，后面又有事了好，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很平安、很安稳的能够经过好，这个是跟大家做的一个说明。好，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还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面。好，那各位应该知道帖撒罗尼迦，我们上次有介绍过这一卷书好，但是呢，开始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笑话，这个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笑话。各位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拍照的时候万一如果拍错的话，我们常常都会怪什么？这个环境不好，这个手机不好，对不对？好，但是从来没有人会怪说，我自己选的，或者是我的这个外在或者各方面我自己的部分，我们常常会去反省别人，或是反省这个环境，但是我们不太会去看自己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人长得这样就比较不好，不是，而是选景很重要。这个模特儿他选的这个景，还有配上它的亮度各方面是很好看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叫做东施效颦，听得懂那个成语吗？如果听不懂，可能要回去问老师一下东施效颦是什么？就是你想要照着人家这样子，但是后来变什么？变成是更糟糕了本来应该是很好看的，可变成像一个猴子一样好，所以我刚刚在台语堂讲了一个台语，他们会心了一笑。好，知道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什么？叫做无来财个嫌给失败，听得懂意思吗？无来财是什么？就是你没有那个好的东西在里面，可是你又嫌外面的东西不好所以那个叫无来财个嫌给失败。所以求上帝帮助其实我们的给息都很好，但是不要变成说我们没有反省自己，但是都是反省别人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要回来了，要拉回来了好，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哪里？好，请大家看一下，各位在这个图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圈圈，这里叫帖撒罗尼迦。好，这个地方在哪里？在希腊半岛的北部。好，希腊半岛北部这个地方的这个区域有点像我们的高雄一样，它其实是一个海港城市，那它也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但是各位不要觉得说一个富庶的地方，一个海港的城市，那个地方建立的教会就一定很大，其实并不是。而是在那边有一群人，他们在那里敬拜上帝，所以保罗他就去到那边传道的时候，把他们聚集起来，就成为在那里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早期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叫做会堂，好，所以犹太人他们组织的这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就是会堂，所以保罗常常到会堂里面去敬拜上帝，而且带领当地的犹太人来敬拜上帝。那当然，犹太的会堂在那个地方当地建立，不一定都是犹太的，这个犹太人在那里聚会，包括也有想要来认识、了解这个信仰的外邦人，或者是叫做非犹太人的族群，他们会在这里。好，那初期的教会并不是都是大的，各位知道我们在荣光堂，我们设立在高雄这个地方有几年了？各位知道吗？我们今年1965年我们建立的，所以我们现在是58岁，对不对？再过2年我们就60岁了。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荣光堂在这边快要60年的时候，我们才有现在这样的规模，所以你就可以晓得以前过去，其实早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教会。保罗去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的时候，初期的时候也不是有很多人，但是他们有一群人在那里聚会，他们也在那里尽心竭力，在那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是一下子兴旺的，他们是慢慢的、不断的有人传福音、做见证、做教导的工作，然后慢慢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怜悯我们。特别今天要讲的是传道人，还有我们的服事的主要的同工，教会里重要的同工，还有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老师、或是我们的小组长。我们不是一天就开始这样的建立，其实我们都是在巨人的肩膀上踏上去。包括牧师不是来就是自己建立了这个教会，不是，而是我们都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的往上走。所以教会是不断一代一代的传承，不是马上哪一个人来就可以成为民族的救星、世界的伟人，然后就把教会给建立起来，并没有。所以教会是不断的要有人前仆后继的在那里成为一个教导者、带领者，甚至能够成为一个委身在那里地方的人。好，所以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50年代的时间写成的。好，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看一些注释书，或者是有相关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一些的建立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保罗在那里很顺利的开拓跟建立的。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拒绝他的所传递的福音，所以他其实是被赶出去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在每个地方都是受欢迎的，因为牧师有时候当他讲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见得当地的人喜欢。但是保罗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还特别派了他的徒弟，特别派了他的这个弟子叫做提摩太，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去鼓励跟帮助他们。结果传回来的讯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非常的兴旺。他们不但是兴旺传福音，而且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他们的这个名声传到各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如果今天你的教会本来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然而你今天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教会，你会觉得你是与有荣焉的。礼拜4的时候，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他们来跟我们请益，他们来请教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办这个制服学院的。他们也希望能够开始要来办理制服学院。我们过去成为一个被支援的教会，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成为支援别人、帮助别人的教会，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并且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何等美好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是我们都巴望着别人来帮助我，而是有一天你要想象，我能够成长之后，我要能够帮助到别人。我曾经有过一次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在桃园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是一个小教会，我们那时候大概30几个人，然后我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开的是小 March， 可是希望我们将来10年后，我们可以开凯迪拉克。听得懂意思吗？我们的教会也许现在是一个小的教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那样的盼望，我们不断的进步跟成长，以后这个小教会希望能够成为30人、60人、100人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开拓教会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开拓的时候，并不是容易的。所以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牧师他是怎么样的用心在那里来教导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自己先有付出，要给予的。我记得这个我们当中的一些的耆老，就是比如像林老师，在我们教会里面很久的时间，他有时候都会提到过去早期我们的荣光堂教会在桂林街的时候，
我们当中如果有桂林街的经验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在桂林街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而如今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在那里那个时候并不是都是像现在这样就已经有很好的建筑物，有很好的这些的设备，甚至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参与侍奉服事的，并没有。最早期的我们的第一任的这个在地的牧师，就是这个我们的几年前刚过世的郝文章牧师，他们在这里胼手知足，在这里把这个幼稚园还有教会建立起来，所以每一个牧者在这里，每一代他们都在这里付出跟摆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如今的成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每一个侍奉都是一样，我们的每一个侍奉都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服侍，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美好。各位知道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的教会有开一门课，知道吗？跟神学院有开一门课，就是那个加拉太书神学院的这个课程。很多人来上课的时候好高兴，哇！你看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然后所有的设备麦克风都好了，什么都好了，好像它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下去摆桌子，没有人下去排椅子，没有人下去这个整理场地，没有人去安排那个麦克风，有谁能够自己就跑出这些东西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享受被服侍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地方是我也可以参与的侍奉，不是只有等候别人来服侍，而是我也能够参与在这个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说那个很多都是干事做的啦，牧师做的，反正你们都是有领薪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服事，不是牧师，不是干事在做的，很多服事是很多弟兄姐妹自愿的，这样的一个愿意的用心来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没有领到任何的薪资，没有领到任何的报酬，但是还愿意这样的服事，那个才是叫做真实的，而且是愿意有那样的热情的服事，为了上帝的缘故的服事，而不是为了看到钱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事是因为有好处来服事，还是你看到你的真正的好处是在天上的那样的一个奖赏？不是我们要看到有什么样的表面上的，或者是有实质上的东西，我们才要来服事，而是我们要领受的是从天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好，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说。他说，传道人的内心的态度是：我为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他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基督之下，众人之上。为了基督的缘故，能够成为众人之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要成为别人的仆人，除非为了爱心的缘故。如果不是为了爱的缘故，其实没有人能够做任何的服事，没有人可以被要求的。为了爱的缘故，仆人不是只是因为他要领薪水而已，而是他要有一颗心志，是愿意为了这个主人的家来摆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家，我们有没有为了主的缘故来摆上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是与主同工的，我们是与上帝同工，而不是一个廉价的劳工。很多人说领多少钱做多少事，这个是在社会上的，这个是在外面的。然而在教会里面，不是领多少钱做多少事，在教会里面是你领的薪水，甚至你可能没有薪水可以领，但是你仍然超越过那样的一个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上帝的缘故来服侍，而不是为了好处的地方来服侍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服侍的当中，他不单是只有教导，而且他还有把他的生命摆上，他也亲自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请。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那里，他不是只有就是一个名声他是一个
很厉害、很会讲道的老师，他不是只是一个这个很会牧养的传道人，他不是一个叫做被人家看到说好像我们只有在外表上面的，而是什么？他们是叫做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好，各位知道台语早上台语的圣经里面那一句话“无可指责”，那一句话讲的是什么东西？知道吗？它叫做无汤咸，无汤咸。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牧师不完全，有时候我们的传道人不完全，有时候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老师不完全，包括我们在学校的老师也有不完美跟不完全的地方。没有人是叫做完美的人，但是保罗他尽力做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圣洁、公义跟无可指责，无汤咸。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是甘心乐意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才去做的，或甚至是我们做的是叫做丢三落四的或者是说一个事情本来应该要做好，但是没有做好，让人家嫌弃的，那个叫好人嫌。能够听得懂意思吗？无汤咸是什么？你做的事情很棒很好，让人感受很舒服，让人感受是美好的，让人家看到这样的美好的果效。无汤咸。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服事是甘心乐意的，但是服事也应该是一个完整好的服事，而不是一个随便的。牧师讲这个也许有点重但是请大家能够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今天我们在台上服事，或者是在台下服事，每一样事情都是像为主做的，不是为了要应付谁的。听得懂意思吗？如果今天你是在台上，你是在台后，对不起，你是在台后做音控的人，你是在台后做播放这个影片的人，那么我们就认真在那个地方做服事。如果我是一个司琴的人，我就认真的司琴；我是司会的人，我就认真的司会；我是一个讲道的人，我就认真的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真就像你在上帝的面前。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论语》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孔子说什么？敬如在，敬神如神在。意思就是什么？当你的敬拜，当你的崇敬是真实的，那么你要把上帝就当作在你的面前一样。听得懂那个意思吗？不是只有什么时候上帝才在，是我服侍的时候，上帝就在我的面前。我服侍的是上帝，而不是在服侍人而已。好，所以领导者知道方法，能够身体力行，并且示范给别人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老师，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老师，包括刚刚提到了，也许有很多人是我们的指导者，我们都有可能会去当别人的老师。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身体力行，让别人可以看见？我记得我有一个小叔我的爸爸的一个最小的弟弟，他是一个会抽烟的人。好，那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去他家里玩的时候，我印象中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堂弟他也是国中了，国高中的阶段，然后要这个正在学抽烟。好，但是呢，这个当父亲的人当然要站出来这个维护，要这个。不可以这个坏习惯，这个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他就我的堂弟要拿烟起来的时候，他就从他头上给他扒下去。囡仔人吃什么烟？好，可是各位，他身上的烟还在他的嘴巴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导会是做什么样的样式给别人看见？我们是自己抽着烟，然后打别人说你不可以抽烟，还是我们能够把那个烟放下来？然后告诉我的孩子说：“我不要再抽了，你也不可以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常常是限制别人，但是不限制自己，没有要求自己，我们常常去要求的是别人的。好，所以有一个麦琴这个牧师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会众最大的需要是我个人的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卫理公会最强调基督徒应当是活出圣洁的样式。我们不是一个叫做嘴巴里面讲，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跟口是一致的。当我们在讲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一样是要一致的，而不是我讲给别人听的。各位，刚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耶稣指责当时的法利赛人说什么？他们能说，但是不能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要变成是我们只会说不会行，教会里面要多一些能够行出来的这样的榜样跟样式。好，所以保罗他说他自己有为父为母的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把自己看成他好像是一个父亲。其实如果各位往前翻的话，在第7节的地方，保罗说他自己也像一个母亲。所以我们说传道人要有为父为母的心，其实也在这里，包括我们的老师们，包括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执事们，我们有没有为父为母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好像对待自己的弟兄姐妹像对待孩子一样。但是对待孩子，刚刚讲了为父为母的心，不是只有一味的好，不是只有一味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父亲的角色是什么？父亲的角色，请大家看一下，这边是父亲呢，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老爸是很唠叨的，老爹是常常会去指责你的，但是他是为你好的。所以父亲带自己的儿女是什么？他在指导你的路。妈妈是爱心的表现，但是爸爸是什么？要引导你走正确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为父为母的心在教会里面要更多更多的有，特别是我们成为长辈的前辈的，我们要更多有为父为母的心。我们要帮忙抚养孩子们，让他成长，但是也要指导他应当走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算不算是上帝给我的启示，或者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引导。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套用周神助牧师讲的一句话，我们叫做无父的世代，没有父亲的世代。那个没有父亲的世代是指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导，没有被引导，或者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当一个引导者的引导者的角色去带领我们走。我们可能有像妈妈这样的照顾，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像妈妈一样的扶持跟帮助，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引导，明确的指导应该怎么走。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父亲的角色被埋没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父亲的角色应该要被高举，不是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特别讲父亲的角色要被高举，因为这是有原因的。各位知道犹太人他们其实父亲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教导者，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家庭里面，父亲是每一个孩子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老师，所以父亲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家里面，曾经看过这样的故事，就是如果在犹太人家里面的话，假设孩子要递水给自己的妈妈的话，这个妈妈她会拿过来之后再递给爸爸。你知道那个角色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吗？当孩子给妈妈水的时候，妈妈会递给爸爸，表示在这个家里面，爸爸是头，父亲的角色是重要的，所以父亲可以引导孩子，妈妈也要跟着爸爸来走。所以让父亲的角色可以在家庭中被凸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才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他才知道我应该要听或是敬畏父亲，能够晓得父亲的引导是应该要走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看重在家庭当中那个教育的重要的角色。所以置入行销一下哈，明年我们教会要开始推家庭崇拜、家庭礼拜，但是不要误会牧师要讲的意思，不是说大家到你家，全部人都到你家去做礼拜，不是哈，是希望你的家可以开始有崇拜。你的家庭崇拜是什么？请你跟你的孩子，请你如果夫妻2个人，请你跟你的夫妻2个人一起来敬拜。我跟我的师母已经这样持续做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们每个晚上我们都会一起为彼此祷告。各位不要把家庭礼拜想象成好像好复杂，我们要读很多东西，或者是要看很多东西，然后才要讲到。其实不用。当我们的家庭礼拜能够成为彼此关心、互相为对方代祷的时候，那个就是家庭的礼拜。
让你的家可以成为祷告的地方，那里就是圣殿。所以把教会带到家里面，这是我们明年要做的事情。明年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把教会带到每一个人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家里都能够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好，所以父亲的角色在家庭当中极其重要。愿上帝帮助我们，让父亲的角色能够成为一个被尊荣，而且在家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榜样型的人物，能够在家里面带出那样的一个果效。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当家里面的人能够尊重父亲的带领的权柄的时候，父亲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但是不要滥用权柄，我们要跟弟兄们也提醒一下，不要滥用你的权柄，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家庭里面开始可以有崇拜的气氛，我们能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接受教导跟带领的这样的路。所以箴言里面常常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要听父亲的训诲，要听母亲的这样的法则。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家庭里面开始看到家庭教育的重要，家庭教育的需要。所以牧者最首要的工作不是要求弟兄姐妹要奉献跟服侍。很多人误会说牧师好像常常在要求弟兄姐妹这个要奉献要服侍参与侍奉。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带领弟兄姐妹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所以每个月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圣餐礼拜？这个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的一个机会。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这才是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目的，而不是只是要求奉献很多，或是服侍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可能很少听到牧师讲奉献的信息，但是不是教会不讲奉献，而是我们要更首要的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要能够和好。求主怜悯我们，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跟上帝有好关系、跟人有好关系的教会。好，所以12节，我们来看一下12节，保罗他做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要做什么？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所以保罗把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讲出来了。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上、行为上有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教导者自己本身要好见证，我们才能够教出有好见证的这些的后生晚辈或者是学生。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被上帝使用的人。有人说我没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也不太会讲圣经，我也不太会有一些带领的能力，我能够做些什么？上帝并没有呼召那些有能力的人，而是那些要愿意回应他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当你愿意的时候，你的后天的这些的能力可以补上来，恩赐可以被发掘。但是如果你蛮有恩赐，但是却不愿意服侍，那上帝不会呼召这样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愿意呼召、接受呼召的人，不见得是有能力的人，他们反而是愿意回应的人。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地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插花的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会插花的姐妹，请你多培训一些后生晚辈，让他们也学习如何插花。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成人主日学老师，让我们多培训一个人，让他可以成为主日学的老师。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么让我们也培训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让他也可以参与儿童主日学的培训。私会的人，我们可以多培训一个私会的人；私情的人，可以多培训一个私情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都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老师，不一定只有站在台上，即使在台下，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学生去学，看看怎么样做这个红豆饼，然后这个车轮饼，然后很多孩子们围在摊贩旁边的时候，这个幼儿园的老师跟孩子们说：“我们要看这位老师怎么教我们做车轮饼。”这个阿伯非常的感动，他说：“我长得这么大，从来没有人说我是老师，只有这个人说我是老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学车轮饼也可以变老师的。不要觉得学车轮饼好像是路边摊的，车轮饼的老师是教我们怎么做。所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你能够教别人怎么做，你就成为别人的老师了。所以上帝拣选是因为爱的缘故，并且使用我们不完全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所在的地方的祝福。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即使什么都不能做，像刚刚讲的，你也可以陪伴在别人的身边，你也可以为这个人祷告，你都可以做这样的服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是何等用心在那个地方。好，所以13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保罗提醒这些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友这些最后的事情。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实在是上帝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姐妹，牧师要讲的道，不是世人的道理，不是叫做人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的是人的道理。所以很多人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我们要讲的不是道理，而是真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跟人讲道理，而是讲真理。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而不是讲相对性的道理。上帝帮助我们，当然要讲相对性的道理，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有时候一些摩擦的地方总是要有一些和谐。但是除了讲人的道理以外，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有真理扎根在教会里。如果没有真理扎根在教会里，就是刚刚讲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要的是真理，而不是只是人的道理。人的道理会随时间的演进而改变，人的道理会随时间的不一样而有所调整，但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真理，而不是一个叫做表面性的道理，或者是会改变的。所以人要加入在教会里，为什么？因为我们加入在教会里，我们才是这个无形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没有加入在有形的教会里面，我们是没有在无形的教会里面的。所以我们与我们的以前的前辈，到我们现在，以至于到未来的教会，我们都是合一的，在基督里都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用信心跟爱心彼此来建立教会，不是谁大谁小，教会里面是我们一起。是我们一起的，也不是指挥谁或者是要求谁，是我们一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多一些彼此的分担，彼此的同心，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合意，同心的服侍上帝。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有属灵生命的榜样，所以属灵生命的榜样相当重要。我们怎么做，比我们怎么说要更重要的。所以戴德生也是这样说，将属灵的福分散播，最安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榜样模范的个性与人格。除了个性人格，还有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生命的表现，都是能够成为许多人榜样的。好，所以马太亨利这个人他说什么？教导教育的人必须用生命印证他所教的，否则就是一手拆毁他们的，用另外一手来建造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活来印证我们所教导的。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这个礼拜六，请大家记得，这个礼拜六又要在工商服务一下哈。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婚礼要在这边举行，我们的这个嘉庆弟兄跟秀文姐妹他们要在这边举办婚礼。好，可是各位知道，婚礼也许是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你要用一生去证明你这2个小时的誓约，听得懂意思吗？我们是2个小时的婚礼，但是要用一生来证明你这个2个小时的立约。求上帝帮助，所以刚好也给我们的新人这样的一个提醒跟教育，就是我们做礼拜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做礼拜1个小时、2个小时在教会里面接受教导，但是我们用什么来证明我们的信仰？除了这个礼拜堂以外的地方，就是我们证明信仰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婚礼在办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哇，看到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立约。但是你要用一生来证明你的立约。上帝帮助我们，教导者要用生命来印证他所教导的。所以讲道的人自己生命要被改变，你才能够讲出改变生命的道。求主帮助，牧师也期待自己会是这样，不是让别人喜欢我的讲道，而是让别人喜欢那个
讲出来的耶稣基督。越爱耶稣基督才是讲道者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只是让人家喜欢我。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讲道的当中，不是要去看哪一个人，而是要听耶稣基督的。好，第二个，信靠上帝的人要有服侍人群的热情，需要有热情来侍奉跟服侍，而不是就是做给人看的，或者是叫做应付了事的。我们很多时候服侍只是做给人看，或者是应付了事，而不是坐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不是为了要应付给别人看的，而是要在上帝面前的。所以上帝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做传道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每一个生活都成为传道的人。传道人不见得可以帮助许多的人，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人，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不同层面的人都可以接触到，让他们可以能够获得帮助。好，所以约翰福音21章16节，耶稣曾经再一次的给彼得机会。虽然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但是耶稣给彼得再一次的机会，说：“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也有失败经验，但是如果我们的失败经验也可以成为我们在牧养的上面能够有帮助的，那么让我们可以从失败经验当中去学到这样好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热情，不是失败就是不好的，失败有时候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知道怎么样来侍奉。第三个，信靠上帝的人有生命的真道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给保罗做见证。所以刚刚读的经文里面，除了这些的会有为保罗做见证，还有上帝要为保罗做见证。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见证。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他这样说，他说：“内心真实的见证就是最好的奖章。”所以你的见证就是你最好的奖章。上帝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那就是最好的奖章。所以记得耶稣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请看看这个影片，这个图片上面哈，我们是他的见证人，不是推销员哦。我们是他的见证人，不是推销员，不是你只是要应付或是完成一件事情，而是什么？你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好，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曾经带过我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太多了，他是花师毕业的，然后他是这个曾经也当过这个保险的业务员。好，然后我去这个跟他面试的时候，好，然后看他的学历很好，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没有想要去当老师呢？继续当老师？”他说：“我不喜欢小孩子。”好，他很真实，他很诚实哈。好，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看你这个履历上面，你还有说你有当过那个保险业务员，那为什么不当了呢？”哦，那是世俗的工作。好，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两个回答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很惊讶，就是你知道传道人是什么？传道人你要教小朋友哎，传道人是什么？传道人你要介绍福音给人家，很像推销员。虽然你不是推销员，但是你要去跟人接触啊。然后我最后再问他说：“你觉得你要做什么？”我要当传道人，我要被上帝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那个我刚刚要讲那个画面吗？如果上帝已经在使用你，在操练你，为什么你还觉得那不是上帝的路？如果上帝在训练你成为一个老师的话，也许以后你可以成为一个教导真理的人。如果上帝训练你成为一个推销员，或许你觉得那是世俗的工作，但是当你在传福音、告诉人真理的时候，你不也是一样在半推销你所讲的东西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现在的训练，那是美好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哪里看到神的道被纯正的宣讲聆听，在哪里看到圣礼按照基督的吩咐去施行，我们就知道那里是神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在澄清湖，在那里我们有传讲，我们有在那里有唱诗赞美敬拜，在那里我们有圣礼的施行，所以在那里就是上帝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而不是这个建筑物。我们在澄清湖那里也是我们的教会的聚会，在这里也是教会的聚会。上帝的道被宣讲，
上帝的圣礼在这里施行，这里就是上帝的教会。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就活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最后用基督的方式来工作，用基督的事工，最后是为基督的荣耀，不是为了要得别人的肯定，不是为了要得到多赚多少的利益，而是我们用基督的方式，按照基督的事工，为基督的荣耀来做事。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按照基督的方式，不是按照世人的方式。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侍奉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侍奉的当中经历你，享受你，得着你，并且也能够在被服侍的当中，我们也成为服侍人的人，让我们有机会也将福音的真理传给人，并且能够将我们所会的、所学习的，也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的后生晚辈，让他们有美好的学习。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餐诗歌，我们请会众一同起立，来唱与主合一。在心灵粮食选300首，我们唱第1段。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请坐。圣餐，我们请蔡文牧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都是我们的圣餐礼拜。其实牧师在预备今天这个讲章的时候，牧师要跟大家说，请大家原谅，牧师不是完人，牧师没有完美的。我们荣光堂到我是第14任的牧师，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曾经因着牧者的缘故受到伤害。也许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或是不小心的，不知道。或许你也曾经伤害了别人，或许你也曾经被伤害过。然而，圣餐是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来接受恢复跟医治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原谅牧师的不完美，因为我们身上穿的这一身黑的衣服，虽然我现在穿的是白袍。我们身上穿的这个黑色的衣服，只有这一块是白色的，因为只有讲上帝道的时候才是白的。其实我们是黑的，我们也是黑的。你说牧师会不会这个有时候这个红灯想要闯过去？当然有啊，会不会想要这个红灯到了，快要转成红灯的时候，想不想从右边赶快闪过去？有啊，我也会啊，想不想要买东西的时候，人家打折打多一点给我，也想啊，没有人是完美的，求主怜悯，我们都不完美不完全，但是彼此督责，这是美好的事情。请记得彼此督责在教会里面是好的提醒，我们不是要把人弄倒，或者是把人弄差了，不是，而是彼此提醒，让我们能够更好，让我们能够更好。弟兄姐妹，所以当你被牧师指教的时候，当你被牧师指导的时候，有时候牧师可能会讲话大声一点，千万不要责怪牧师哈，因为有时候，我常常跟师母讲说，那是因为这个有时候看到人家快要掉下去了，我们必须要赶快呼救，赶快呼叫他，免得他不小心没有注意到。所以有时候如果听到牧师讲话比较大声，千万不要觉得牧师有意要对你啊，有时候是因为需要让你提醒。同时也请弟兄姐妹要提醒牧师，因为有时候牧师也常常会失焦了。我刚刚讲的失焦，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因为这个业绩压力
听得懂业绩压力吗？这个有时候会迷失在业绩压力当中。人家做得这么好，我为什么我不能够也像人家这样？我们不是要去学谁的，应该是要去按照耶稣的教导的方式，而不是要去只是让教会充满会友。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而不是只是充满会友。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在基督的里面。求主怜悯。好，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进度会稍微快一些，因为我们的时间上需要做一些的调整，所以我们请大家就按照牧师的带领，我们来进行这个圣餐礼拜。那一样，我们今天会用蘸饼的方式，但是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这一次会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递给你，请不要自己拿，好吗？那为什么？因为上次有同工跟我反映说，有人不小心把手指整个伸进去了这个让人感受会不好。虽然也许你已经手洗过很卫生了，但是感受上不好，所以我们会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沾好之后再递给你所以不用担心一定会沾到葡萄汁所以不用担心说那个没有沾到，一定有，只是有可能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多，不是整个进去所以请大家要这个耐心来等候，然后我们给我们的同工们来做这样的服事。好，请听圣经的话。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是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预备心来领受圣餐。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我们在灵里面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那么请你能够在领的时候你坐在原位上面，用你的右手放在心上，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圣餐。那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的儿女，成为上帝教会的儿女，那么让我们就能够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我们都有这个权柄一同来领受。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预备来领受。等一下是谁上去？好，等一下哈。对，我们先领，我们先领。等一下，请你们先戴手套，先戴手套。对，先给你们，先给你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保守你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保守你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保守你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保守你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保守你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预备好，就请我们依序的从中间走到进来，然后我们来领圣餐。我们请我们的配餐的同工能够沾好递给你，让你能够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是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按照两边，我们依序的来到台前来领这个饼跟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保守你们十分的平安。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保守你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安静心，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来灵里面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的弟兄姐妹也请到楼下来，我们一起来恭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彼此合一，同心合意的来敬拜。透过我们领受的饼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合一的肢体。让我们在主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好，请耐心的等候然后我们依序的能够来到台前来。我们的同工会
来递给你，那请你就直接拿到之后直接来使用然后再回到位置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藏在我们的里面。愿主带领我们，在主里，我们与主有美好的团契，我们与上帝有和好，我们也与人有和好。愿上帝带领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餐礼，让我们能够实际的看到上帝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为教会来祷告祈求，求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建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使人得帮助，我们自己也得到帮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请问还有没拿到的弟兄姐妹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还能够来到主的圣桌前来领受主你的圣体与宝血。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也能够在四处各个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常住在你的里面。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与主合一》第二段。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会众请坐，我们请司线的同工至台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同起立。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没有，好，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我们成为家人》。来报告教会消息。新任执事已公布2周，那请为新任执事候选名单于茂林及文曲弟兄祷告，也为即将卸任的执事借粮及属于献上感恩。本周为11月份圣餐主日，会后将有消防演习演练。那请弟兄姐妹按照教会的规定及指示参与演习。那大家还记得，就是柱子前面的是走 BT， 就是走这边；那柱子后面的就是往后面那个楼梯走。好，那本周主日后1点半召开记忆会及执事会，在201教室。那请为本堂事工回顾及各样的事工进行来祷告。本周五11月10号上午11点，蔡牧师及师母要至圣光神学院分享信息，
请为牧师往返平安祷告。那当天晚上7点30分有婚礼的预演，也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11月11号周六上午10点，嘉庆弟兄及秀文姐妹将在教会3楼举办结婚典礼，那欢迎大家一同来观礼。刘清燕老师将于11月19星期日下午1点半借用本堂做新书发表会。那刘清前牧师将在发表会上传讲亲子关系讲座。那本堂分配有40位的名额，那欢迎大家向朝平干事来洽询。教会将于12月24圣诞主日举办受洗暨转入礼，那欢迎有意愿的弟兄姐妹来向办公室来报名。好，那征召周2上午时段的志工，协助教会接待。巡视学院下课教室水电是否复位，邀请有意愿的会友来向办公室来洽询。那牧师有要补充的吗？没有。好，那会众我们一同起立。不好意思，那个待会成人主日学诗歌赏析在3楼这边来进行。好，那3-1颂。齐声赞美父子神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蔡伟文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使人因我们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好，请大家等候哈，我们的俊奎执事会带大家再说明一下那个逃生的状况，不用，可以了吗？